戰序一：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。作者：陳裕光博士，前大家樂集團主席，傳承學院榮譽主席。大埔振興肉丸係不折不扣嘅香港家族企業。一般嘅華人家族企業都逃唔過跨代了無痕嘅宿命，遑論富過三代。振興相對屹立香港不到50年，佢嘅故事引證咗香港人獅子山下嘅傳承精神，乞笑機求，難能可貴。一如其名，振興兩個字貫穿咗兩代人嘅拼搏、團結同埋堅持。第一代人嘅南海創業，二代人嘅承先啟後，接班人嘅華麗轉身，企業得以持續發展，全賴創辦人嘅悉心安排。8名子女各司己職，共守家業，一次又一次循序漸進嘅企業傳承，見證咗陳家兄弟姊妹感情深厚，互信互讓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。有云家族企業最大嘅敵人係家族自己。家族係講情嘅地方，企業係講理由嘅地方。家族企業本身就係一個矛盾體。透過陳淑君小姐同鄭柏禮先生細膩嘅筆觸，娓娓道出振興家族點樣透過情、理、法嘅梳理，令呢個傳統家族企業無論喺產品、品牌、生產同埋營銷都可以升級轉型，持續發展。兩位作者筆下嘅振興故事絕對唔係小故事，因為佢係當年創業者嘅歷史故事，亦係企業傳承難得嘅大故事，更係家族企業共患難共富貴嘅童話故事。平凡人成就不平凡事。